主啊，我要伫万民中感谢你，伫列邦中唱歌学乐你，因为你的慈爱哪天遐尼悬，你的信心哪强冲遐尼阔。上帝啊，愿你的伟大搬过天，你的阳光遍照全地。咱三甲来吟诗273首，至尊的主宰上帝是神。大家请起立，吟全首。至尊的主宰上帝是神，定地面前着欠情恭敬，心看着欠美，承受真理，请写好落的极端的主笔。上帝全地，伊分地无限，自上帝这大的受赐予咱，永远的志悲，上帝是神，一定要正着咱的性命。老保护洗咱的罪，但主的好心干净咱着罪，一切好路主，因哈利路亚，全心服侍做命的拢无限。全力的光弘扬的事迹，咱着顺服，伊着换命福气，慈悲的我你心满人类，咱着经光会通享受恩惠。信道的天堂，的永更欢喜，正成亲像的江河落吟诗。咱游玩徛咧，用书读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伫本神投胎，伫在妻母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临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上帝的爸上帝大屏。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诚信，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最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咱来看今仔日的启用文，详时是诗篇65篇。上帝啊，人着惜安称赞你。听人祈祷的主啊，罪恶着我。你所竞选，互因亲近你，住伫你殿院即款人真有福气。日出
日落的所在，你互因反复。上帝的河水满满，你灌溉田园伤白土地，你祝福互农作物大长，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连旷野的草坡嘛有油咧滴，草坡用羊群做衫穿，因拢欢喜出声吟诗。咱三甲额头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阿罗你，因为你赐下耶稣基督成做阮的救主，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定死伫十字架，流出宝血，担当阮的罪，佮赐予阮活命佮圣神，互阮会当坦然无惊吓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感谢你，你是阮的拯救，阮的牧者，阮的快乐。佫是阮及时的帮赞。主，你属于你一个属灵大家庭，桃园教会成做你重要的器皿，福音的出口，保守牧者甲正种植，同工拢会当忠心徛稳伫主的话语顶面，带领犹群进入教会，成做信徒的模范，保守你的子民脱离这个世代邪恶甲诱惑。由圣神开阔属灵的目睭，佮会当看见上帝的代志。今仔日照着新学生詹水平，会当来信息讨棒，求主你用油抹伊的嘴，佮赐予伊有属灵、佮有智慧的同在。阮会当来学习行公义好怜悯的功课，互阮的刚硬心被打破。心智，互你来过旧换新，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愿你的国降临伫台湾，愿你将王权坐大位，拯救台湾每一个失丧的灵魂，互万百姓因为你会当真正得到平安甲福气。赐予阮有一个良善的社会甲环境，安定的政治甲经济。若是合着你旨意的，求主你选。来应允成全，若是出伫迄个歹的，求主你来主动看顾。愿咱的诚心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咱来看上帝的话，今仔日有2节的经文。第一个经节伫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7节，奉主的名。耶和华对亚伯兰讲：“你着离开本地、本族、老爸的家，去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我要互你成做大国，我要赐福你，互你的名做大。你也要互人得到福气。祝福你的，我要赐福互因；咒诅你的，我要责罚伊。”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亚伯兰照耶和华吩咐的话就去，罗得也甲因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75岁。亚伯兰伊的某撒拉甲伊的侄仔罗得，以及因伫哈兰所积聚的财物所得到的人业，因就出去要去迦南地。因就到迦南地，亚伯兰经过迄个地，到伫实验的所在，到伫摩利的桑树。迄时迦南族也咧大。耶和华对亚伯兰出现讲：“我要将即个地方赏赐你的后裔。”伊就伫遐
为着对伊出现的摇花起一座坛。第二节的圣经伫马太福音第4章，马太福音第4章18、19、22节，奉主的名，耶稣行伫加利利的海墘，看见两个兄弟仔，就是西门叫做彼得，甲伊的兄弟安德烈，趴网伫海里，因为是讨鱼人，伊就甲因讲。来对我要互恁得着人，亲像讨鱼的。因念伊离开网来对伊，对遮进前，佮看见两个兄弟仔，就是西庇太的囝雅各，甲伊的兄弟约翰，甲因老爸西庇太伫船里伫捕网。耶稣调因念伊离开船。拜别因的老爸来对伊，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佮去行的人，赞美。今日圣歌队要吟的诗歌是《荣耀的日光》。
正道，咱请丁水平新学生，伊要传讲的信息是行伫上帝的呼召。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担任新学院地下硕士3年级的同学，我叫詹水平。今仔真欢喜有这个机会，当代表台南新学院来黄堂教会众兄弟姊妹的请安甲报告，实在非常感谢众兄弟姊妹长期对新学院的支持、关心以及带导，也真欢喜教会当接纳我这个卑微的器皿，通伫遮来分享上帝的话。伫咱的今仔的周报内面有放一个这个文章，有一个 DM。你若是等下伫礼拜结束的时阵，你会当来看这个文章咧写啥？其实这个文章伊是咧讲，我大概简单讲，伊是咧讲黄宗辉牧师。黄宗辉牧师伊是伫台南新学院的第一任的台湾人的院长。台南新学院伫最近嘛咧起一个新的图书馆，为着要纪念黄宗辉牧师。这个图书馆即马大部分的建筑已经完成，已经剩内底的装潢还未完成尔。这个图书馆不只是要纪念黄宗辉牧师对台南新学院的贡献以外，这个图书馆内面以后总会也会将一寡教会历史的文物，也是一寡教会历史的物件，会放伫这个所在。若是顺利的话，这个图书馆应该嘛，就是渐渐的来完成。非常欢迎大家有机会，若是到台南的时阵，会当到台南新学院阮的校园来行行来踅踅，是一个非常水的一个校园。伫咱开始要来分享今仔上帝话语之前，咱搁三甲来祈祷。至上的上帝，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因为你看到阮的敬拜甲恶乐。何等的恩典，你从真理甲生命赏赐互阮，佮互阮有尊贵的名分，互阮通称呼你做阿爸天父。当阮恭敬伫这圣殿内，阮要敬拜你，也要领受你的话。恳求圣神帮助阮，互阮会当来了解你的话，明白你的心意，嘛互讲的甲听的拢会当得到祝福。安尼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今日要向大家分享的是要讲的是行伫上帝的呼召。所以讲，咱咧讲上帝的呼召，就是上帝咧对咱讲话。各位兄弟姊妹，你敢有伫你过去的信仰的生活中间，你敢有经验上帝伫啥物时间、上帝伫啥物所在，还是用啥物方式对你讲话吗？当你惊吓的时阵，你敢会期待讲，敢会当听到上帝对你明确指示的声呢？当你忧伤的时阵，你敢会想讲要听到上帝对你安慰的声呢？当你骄傲的时阵，你敢有捌听过上帝咧甲你提醒的声呢？咱拢足希望会当听到上帝对咱讲话，听到上帝对咱的心意是啥？上帝是一位非常慈爱，而且愿望甲咱做伙的一个天父。伊期待咱每一个相信伊、倚靠伊的囝儿女，拢会当行伫伊为咱所安排的这个道路顶面。实际上，大概我要和人讲到呼召的时阵，就有人讲：你搁要鼓励我去读新学院啊吗？要鼓励我，要鼓励你爱去献心嘛？无啊！实际上，这个呼召，每一人当咱正做一个基督徒的时阵，咱就已经伫这个呼召的道路啊。上帝通过以早到即马，通过圣神，通过圣经，通过先知，呼召咱来跟对伊。所以，咱所有的信徒拢是受呼召的，咱受到圣神的感动。用上帝通过圣经的教导，用信心来生活，而且咱嘛非常努力在实践圣经的教导。这就是上帝对咱每一个人一般的一个呼召。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是互上帝呼召的人。伫希腊文甲希伯来的原文，这个呼召的意思，伊是咧讲招呼，伊咧讲邀请，伊咧讲宣召。但是不论伫旧约还是伫新约，
拢是上帝用无共款的方式，伫无共款的时代，伊咧招呼、咧邀请伊每一个伊所听的儿女，做伙来参与伫伊的这个事工中间。伫圣经中，咱会当看到非常侪的圣经的人物，伊拢用信心来军队上帝的呼召。所以，咱看圣经嘛，会当讲是上帝的子民，因用会当看到上帝的子民伊安怎用因的信心来军队嘛回应上帝的呼召。伫台南新学院的礼拜堂内面，顶面有写有一撮的字，这个字足细，可能看无。但是这个字，伊就是咧写约翰福音的15章的16节，伊咧讲，毋是恁敬我，是我敬恁，佮设立恁，互恁去结果子，佮互恁的果子久长伫咧，互恁伫我的名，无论对爸求啥物，伊就互恁。这句话对台南新学院来讲嘛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嘛对每一个人拢是足重要一句话。在提醒咱，毋是咱咧敬上帝，是上帝敬咱，互咱会真做这受呼召的人来跟对伫伊的道路。当阮每一个新学生要入去伫新学院的时阵，经过考试了，搁爱含遮的老师、含遮的教授来面试。这个老师一定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你来读新学院？你的呼召是啥？我想到我细汉的时阵，因为我阿公是牧师，所以阮兜伫台南，我阿公迄个巡牧会教会伫屏东，所以阮逐礼拜就是爱开车到屏东，阮阿公牧会教会去做礼拜，然后就是拜六拜日伫遐，拜一到拜五搁伫台南。细汉时阵，我看到我阿公，我就想讲，可能我大汉我嘛当真做一个牧师，这真做一个我的梦想。但是为啥我会安尼想呢？因为我感觉我阿公敢若一礼拜只要工作一工就好啊，其他6工拢咧休困。所以做牧师敢若袂歹呢。我一礼拜我工作一工，剩的6工拢咧休困。但是当我渐渐大汉了，我发现讲这个呼召，也是这个服侍是非常的重要。而且不只是要做传道人的这个服侍，要做传道人的这个呼召是有困难有挑战。咱伫一般的生活，上帝呼召咱去做无共款的工作，嘛是共款有困难有挑战的。所以咱今仔为上帝呼召阿伯拉罕的故事，甲耶稣呼召门徒的故事，咱做伙来思考，咱要安怎行伫上帝的呼召？第一项，咱先来看，咱要行伫上帝的呼召，咱可能需要离开本地来面对这个挑战。咱今仔所看的第一位的圣经，伊是伫旧约创世纪，伊记载耶和华伊对阿伯兰讲：你爱离开本地本族甲老爸的家，爱去我所指示你的所在。其实上帝对阿伯兰的邀请，对阿伯兰的呼召，嘛是对咱每一个人的呼召甲邀请。虽然当时上帝伊要甲阿伯兰讲你爱去什么所在，但是阿伯兰伊就照上帝吩咐去啊。为啥阿伯拉罕伊会互咱来称做讲伊叫信心的老爸，毋是无原因呢？有时阵咱可能因为咱的年纪愈来愈大，咱所经历的物件愈来愈侪的时阵，咱愈来愈无介意去改变咱原本所惯习的生活。咱可能逐工行的路拢行共款的路，咱可能逐工所食的物件拢食差不多，介意食的物件拢差不多。咱即马穿的衫可能拢买差不多的牌子，嘛有可能咱来礼拜的时阵拢固定一个共款的位，因为咱拢介意生活伫一个稳定、袂一直改变的环境内面。但是当咱要行伫上帝呼召的时阵，可能是需要改变咱的生活，可能嘛爱行进迄个旷野中间，嘛有可能咱要行伫上帝呼召的时阵，咱爱面对的是咱家己原本迄个软正迄个个性。有时阵，上帝可能要爱咱亲像阿伯兰共款，爱离开本地本族甲老爸的家，可能离开咱原本认为迄个足稳定的所在，去到一个咱无法度掌握的一个环境中间。哪用咱实际信心去领受上帝的引带甲带领？有时阵上帝是要咱去改变咱原本人生的人生原本的安排，
来去回应伫上帝的呼召。有时可能上帝是咱调整，也是爱去放弃咱原本所坚持的理想，来回应上帝对咱的呼召。但当咱愿意离开咱原本所认为稳定的所在，咱愿意改变咱原本人生的规划，嘛可能是修正咱原本的理想的时阵，上帝会互咱有一个新的眼光，会当来看咱的世界，伊要来提升咱每一个人会当经历的境界。所以，为亚伯拉罕的故事，咱能看到，要行伫上帝呼召的时阵，有时阵毋是较简单的，可能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代志。咱可爱离开咱原本所介意的所在，咱可能爱离开咱原本感觉是足稳定的所在。但是咱嘛继续来看，当咱继续行伫上帝呼召的时阵，咱嘛有新的眼光，会当看到新的世界。咱拄读的第20个圣经，伫马太福音是耶稣在呼召门徒的这个故事。耶稣对彼得甲对安德烈来讲，伊讲来跟对我要叫恁得到人亲像得到鱼共款，因着随甲一切拢放落，就跟对着耶稣。伫马太福音第4章，耶稣呼召门徒的这个故事中间，伊甲原本这两个可能一生拢生活伫加利利海边的这个人，伊改变着因的生命。这两人，伊可能原本所关心的焦点，因所关心的代志，可能只是要安怎爬网，要安怎捕网，要安怎掠鱼啊，要安怎有好的收入，要安怎看天气，要安怎拍鱼竿，还是要安怎卖鱼啊？但是，当耶稣甲因两个呼召的时阵，伊对因讲：“来跟对我，我要叫恁得到人，亲像得到鱼仔共款。”耶稣要帮助因，互因有新的眼光来看因原本所生活的世界。耶稣伊所期待的是因会当看到更较开阔的世界，毋是逐工拢伫遐掠鱼仔，毋是逐工伫遐捕网尔。耶稣伊邀请。耶稣伊呼召因两个人做伙来参与宣扬上帝国的工作。因两个人嘛用实际行动，因着随跟对耶稣。咱嘛看到后来基督教的历史，因为这个门徒，互规个基督教有这个传扬的机会。就因为因的呼召，上帝互因的世界，互因的眼界更较开阔，也互这个世界开阔起来。其实彼得甲安德烈因的生活，其实嘛含咱有足侪共款的所在。咱大部分的人可能逐工拢是爱上班，上班了就下班，隔工去上班，去下班，就一直安尼逐工拢经过。你若是家庭主妇的，可能逐工就是买菜、煮菜、煮三顿，款厝内；隔工阁是买菜、煮菜、款三顿，阁款厝内的代志。你若是做父母的，你可能逐工拢爱烦恼囡仔的读册，烦恼囡仔的成长，烦恼家庭的经济。你若是一个学生，你可能逐工就爱烦恼明仔载阁要考试啊，明仔载阁爱读册啊，永远拢做袂了的代志，拢是共款的物件。就安尼一工过一工，一冬过一冬。有时阵，咱可能感觉到咱的一生、咱的人生，敢若毋是咱家己咧往前在行，是互足侪的计划、足侪安排，而且是拢无变的计划在杀咧行。但是上帝伊要互咱，伊呼召咱的时阵，伊要互咱的生命是更较开阔的，互咱的生命是有新的眼光的。但是当咱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的时阵，虽然咱的日常生活可能袂像安德烈，还是像彼得有较大的转变。但是，当咱愿意欢喜去行伫上帝呼召中间，上帝要一步一步带领咱来看见更较无共款、更较开阔的世界。伫这个开阔的世界，咱嘛有新的眼光，会当看到咱原本所处的这个环境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所以，咱继续看，
咱行伫上帝的呼召的时阵，嘛是要完成咱生命中间迄个美好的计划。虽然咱无法度了解上帝全部的计划是啥，就像当初上帝呼召亚伯兰离开伊原本的所在的时阵，上帝嘛无甲完全的代志拢甲伊讲，但是伊凭着伊的信心，伊相信上帝的计划是好的，伊就跟对伫上帝的呼召中间。当咱嘛凭着咱的信心，相信上帝的计划、上帝的安排拢是好的时阵，咱会看到上帝的计划甲伊安排，慢慢的成就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所亲信的上帝，伊是一位非常疼咱嘛、非常了解咱的上帝。伊明白咱的每一项的能力，咱每一人的才能有偌济，伊知咱会当承担偌济的使命，甲偌济的任务。上帝袂将超过的重担，也是超过的服侍，也是超过遐呼召的物件，放伫咱的肩胛头，去要求咱家己来完成。但是大部分的时阵，毋是上帝呼召咱，是咱想要呼召上帝，家己真做上帝来去完成咱人生足侪的安排。但是若是安尼的时阵，咱可能足紧地迷失咱家己。咱可能就袂记得，咱是爱行伫上帝旨意下面的百姓。有时阵咱非常的倔强，咱感觉讲用家己的气力就会使啊。咱无愿意将咱一生交托予上了解咱的上帝。咱拢一直靠家己的力量，一直咧向前来前进。但是当咱拄着真正困难，拄着挑战的时阵，咱才会愿意放手。顺服伫上帝的引带甲带领，咱来想看觅，咱敢是一直拢是伫照家己安排的人生伫行呢？所以像上帝，伊对咱每一个拢有一个完整，而且和每一和别人拢无共款的计划。咱敢有法度清楚了解上帝替咱量身定做的人生的目标呢？若是咱迄份的人生的规划，会当哪和上帝为咱量身定做的迄个规划哪来符合的时阵，咱就会当真正行伫上帝呼召咱迄个道路，会当完成咱生命中间迄个美好的旨意。所以像这个呼召，这个上帝甲咱的邀请。我头前讲，毋是讲一定要做传道人，一定要做牧师，一定要去做宣教师，这才是非常水、非常好的一个呼召。所以像这呼召嘛是，咱会当来想看觅，啥物物件伫你的内心是你上热情、想要有感动、想要去拍拼完成的代志，是上帝看好的一个服侍。这种服侍可能是一个医治身体有人有身体病痛，医治人肉体软弱的一个医生，这是上帝予伊的呼召。可能是一个伫这个社会非常拍拼，为着公义、为着社会的代志来关心的一个社会工作者。可能嘛是一个上帝好的管家，对自然、对科学非常有研究的一个科学家。嘛有可能是伫家庭非常认真伫hand这个家的一个家庭主妇。嘛有可能是一个认真拍拼，为着家己的学业，为着家己的功课伫努力的一个学生。这是上帝予咱一个特别的呼召。什么是你心中所感动的？什么是你心中所火热想要去追求的？迄是上帝放伫咱心内迄个水的计划。咱要安怎去追找？咱要安怎去找到迄个上帝伫咱生命中间迄个水佮美好的旨意？虽然讲咱有时阵会认为咱家己的生命佮无够完美。认为家己的能力无够，认为家己还未准备好，但是上帝就是要使用咱每一个看起来无完美的生命，
来军队伊，来军队伫伊的呼召中间。所以今日上帝呼召最重要的代志嘛，是因为你要互别人得到祝福。咱拄头前看到创世纪的故事，上帝甲阿伯人讲，地上的万族拢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所以讲，上帝呼召的中心点，就是真做祝福。这个真做祝福，毋是咱家己领受到迄个祝福就好啊，是要真做祝福，是要真做当祝福别人的人。上帝呼召咱来军队伊的时阵，就是要用咱的性命来祝福别人。我拄仔讲，我的阿公是一个牧师，伊即摆已经退休啊。伫几年前，我的阿公伊会晓用智慧型手机。我想大家若是有用智慧型手机，也是你用 FB， 你可能伫逐工的时阵，你可能有机会会收到这种早安图还是晚安图。这个早安图和晚安图，有时阵咱看到的时阵，咱拢会足紧就甲看过，就一直甲划过去。但我要讲这个长辈图，这是阮阿公做的。我的阿公伊逐工。伊伫几年前会晓用智慧型手机了后，我嘛毋知伊去对学这个技术，伊就要做长辈图。伊伫每一工早起的时阵，甲暗时要困的时阵，伊就会做这长辈图。伊会甲你找一寡足水的图片，啊配合一寡经文，啊伊就做了，伊就发起伫伊的 LINE， 发起伫伊的 FB， 互人会当看到。我问我阿公讲，阿公啊，你做这长辈图，像阮这少年的可能袂看呢。我可能就足紧就过啊！啊，为啥你要做这？我阿公讲，虽然伊即摆退休啊，伊无咧牧养教会啊，但是伊想到，当伊用遮个图片、遮个文字的时阵，用遮个经文的时阵，伊嘛是伫祝福别人。当伊的赖好朋友、伊的 FB 的好朋友看到遮个文字、遮个经文的时阵，嘛是伫祝福别人。我阿公甲我讲，捌有人甲伊分享讲，我袂记你迄个经文是啥，但是我阿公讲，有一届一个早起有一个会友看到伊发的这个图片了，敲电话来甲伊感谢，讲，哇，牧师，你今日早起发的这个经文对我有足大的鼓励。所以，咱有时阵，咱行伫咱生命上帝对咱的呼召中间，咱可能对少年、对老，咱拢有无共款的。无共款的呼召，但是咱在思考，咱伫人生每一个阶段的时阵，咱会当用什么方式来祝福伫咱身边的每一个人？这个牧师是台南新学院创校的巴克利牧师。这个巴克利牧师伊非常的特别，伊伫16岁生日的时阵，伊就立志讲伊要互上帝来使用。伊伫16岁时阵，伊写了一篇文章。迄篇文章，伊讲，迄篇文章是一篇献身的文章。伊表明讲，伊愿意顺服伫上帝的带领，伊要遵照主的旨意来活。这巴克牧师，伊伫每一当伊生日的时阵，伊拢会搁一届伫这献身文顶面签名，来表明伊对上帝的心意。伊一直到伊过身的时阵，伊伫这个献身文顶面留了69个签名。所以像巴克牧师，伊对细汉的时阵，伊受到非常好的教育，又非常好，伊非常的聪明。伊伫15岁的时阵，就入去伫大学伫读册。一般人是拢18岁，但是伊伫15岁就开始伫大学伫读册。伊非常的巧，伊伫电气方面有非常好的专长。伊的论文嘛有非常悬的成就。伊若是继续研究、继续做学者，伊嘛有可能得到诺贝尔奖。当然，巴克利牧师伊做遮的电器的研究，做遮的发明，会当祝福侪人无毋对。但是伊无因为伊伫科学遮好的成就，伊就袂记咧伊16岁甲上帝这个约定。伊伫大学毕业了后，伊就决定去读新学院。
要真做一个宣教师，回应上帝放伫伊心中迄个真正互伊感动的呼召。当巴克勒牧师来到台湾的时阵，伊拄着非常多的困难，非常多的挑战，但是伊无因为安尼，伊就放弃上帝对伊的呼召。伊伫早期的时阵，又编写白话字的圣经，互早期的台湾人有机会当来读圣经，来认捌圣经，来认捌这个信仰。因为伊所做的，互侪人得到祝福；因为伊所做的，互台湾人会当来领受到这个好佮水的信仰。所以，咱爱想的问题，毋是我敢是互上帝呼召的人，咱应该搁较来想的是，上帝要呼召我来做啥物？毋是我为上帝做啥物代志，是上帝当借着我为伊来做啥物代志。有时咱可能感觉讲，这可能是一个重担，这可能是咱无法度承担的，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足大的问题。这嘛是一个礼物，会当互咱做见证，来向世间人分享上帝伫咱生命中间所做迄个美好的代志，互人看见上帝，互人看见看见上帝，嘛看见上帝的疼。像是嘛，互咱拍开咱的眼光，会当看见这个世界，咱所无看见的，互咱会当带着上帝的怜悯，进入伫这个失落的世界。互人体会到上帝的同在。咱再来看一开始所讲约翰福音15章30节迄个经文，伊讲：毋是恁敬我，是我敬恁；毋是恁敬我，是我敬恁。咱袂当感觉讲咱无可能，咱无法度来完成这上帝交互咱的呼召，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伊会完成，也会实现伊的呼召。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你敢愿意去追求迄个上帝放伫你生命，迄个互你感动、互你火热，想要追求迄个呼召？上帝伊随时拢咧等待咱每一个伊所疼痛的儿女，愿意谦卑来到伊的面前，向伊讲：我愿意回应伫你的呼召。上帝爱咱伫别人的需要顶面看到咱每一个人家己的责任。上帝呼召咱，要装备咱每一个人来服侍搁较侪人，互咱每一个人真做上帝祝福的管道。当咱愿意回应上帝呼召的时阵，咱嘛会当完成上帝对咱生命中间迄个水的计划。伫你的家庭，伫你的生活，伫你的公司，伫学校。伫无捐款的所在，活出你的呼召，互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会当看见迄个上帝伫你身上所成就迄个水的代志。当咱听见主的写咧讲的时阵，我会当找见啥呢？啥当为我去的时阵，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来回应，亲像先知以赛亚伊讲：我伫遮，请找见我。这是上帝伊伫旧约时阵对亚伯拉罕的呼召，伫新约时代对西门彼得、对安德烈、对这门徒的呼召，是伫150当前对英国的巴克勒牧师伊的呼召，是对咱桃园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呼召，也是对你新妇比每一个人的呼召。所以，咱敢愿意去追求、去行伫上帝的呼召？来实现上帝要爱咱实现遮水的代志，咱会当好好来思考，要安怎行伫上帝的呼召中间。咱做伙来祈祷。阮伫天的爸，阮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呼召阮，成做你的囝儿女，也感谢你，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有机会来追求阮生命中间迄个呼召，求你来引带阮，互阮知阮心内迄个火热、迄个感动的代志，
要安怎透过你来完成。求主带领阮头前的道路，互阮每一项拢会当成做祝福人的管道，互阮人生的中间，用阮的性命来影响咱四周的人，互咱四周的人会当看到上帝你的水，上帝你的好。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参加的吟圣诗373首，救主耶稣我日子。会将车起立吟全首。第一节，救主耶稣我日子，永远的为我主，我理想上君王，我主之好朋友，救主那点我心，打开高枕温养。救主带我真真情，正路稳当着行。我就所有的美，我世间的歹我行。救主应把我同在，予我听你的声。对着是上帝爱我，为我点我心爱。求主求你君我，可你就袂受害。求主你好用温暖，我用真心对你。所点阳光的所在，已经落雨的天，听主耶稣我日子，永远对做我主，愿你常常分我主之好朋友。准我看你的脚只，若无唔通去行。我亲爱的你对你，可你就会得奖。求你带照我，夫妻之交之心。后来对地接纳我，最好朋友是。阿门。请坐，奉献恰木归因陈秋信执事。
会将枪起立。咱来看今仔日的经句，伫约翰福音15章第16节，毋是恁敬我，是我敬恁，搁设立恁，互恁去结果子，搁互恁的果子久长伫地，互恁伫我的名，无论对爸求什么，伊就互恁。约翰福音15章16节，请。毋是恁敬我，是我敬你，搁设立你，互恁去结果子，搁互恁的果子久长伫地，互恁在我名，无论对地求什么，伊就互恁。约翰福音15章16节，毋是我敬你，是我敬你，搁设立你，互恁去结果子，搁互恁的果子久长伫地。互恁伫我的名，无论对地求什么，伊就互恁。约翰福音15章16节。咱来看周报第一页，后周后礼拜的服侍人员，请注意来看。后礼拜是得胜者，得胜者的主日。第二页遮周间的主会。甲教育部各种的课程，请家己来注意来看。小组第3页，青溪小组的地点有更改，伫陈秋花长老娘因厝里综合街，伫综合街。内底的事项，第5页，奉献的明细，请咱家己来看，注意若有顶答，来甲中级来反映。消息报告。第7页，本主日3月17号是台南新阿姨的奉献主日，咱来欢迎詹水平新学生来咱的教会来分享地下，并且报告学院的情况。今日中昼12点召开703召开团络部会议，下晡1点702召开综合金审查会议，下晡1点30分701。召开教育部的会议。后主日3月24，得胜者主日，请兄弟来为事工来代祷奉献。下晡12点30分至2点，伫705召开教育部的健康讲座，邀请李应灿医师来主讲，讲题是为从信仰看健康。会后咱礼拜刷了后，得胜者的团契，请留落来咧练习诗歌练诗所有得胜者主日的当工请留落来。教会消息，今年夏季学校正式来开始报名咯，来邀请咱家长邀请咱在座所有的家长，带着咱厝内底的小朋友来参加一遍的营会，是伫7月3号至7号拜3到礼拜。咱报名时间呢已经开始，一直到5月19号。5月19，名额只有72，是小学3年级到国中1年级，国中1年级。报名费是500块，有包括纪念的衫、笔记本，甲伙食，赶紧伫6楼甲9楼，12点的时阵会当伫现场来报名，伫现场来报名。今仔日有啥物任何问题啦，请营长伟霆，甲副营长怡婷。俊祥，
具体消息，长隆妇产科区洪銮先生医生的爸爸邱在天先生来别逝吼，啊，伫个3月18号吼，就是明仔载上午9点，伫殡仪馆景德厅有一个公殿礼，啊，要前往咧，会当伫个会知影8点伫教会来集合，还是讲你家己去？那本会有致敬会拿一队，啊，较等下呢，12点15分，伫个800楼到间教室，若要参加吼，因为咱迄天咱有献诗，若要参加会当伫12点15分，伫800教室吼，来一起来练习诗歌哦，8楼吼，伫8楼800教室。告解消息，如生命如诗的音乐讲座伫3月23到3月31吼，请咱家己注意来看。特中妇女灵修关怀小型的教会活动伫4月22号伫通宵教会吼。啊，总会双年事工委员会成立35年的活力双年101培灵感恩礼拜及联谊庆典吼，邀请咱双年城姐来参加6月18號哦，伫个彰化西洲公园花博展览馆吼，报名费500块，来请来向蔡素莲姊妹啊甲杨卓华执事吼来报名吼，4月20號就要截止哦。中会双年北区的医学讲座伫4月18號吼，伫个中立教会来舉行。好，以上報告來請，今日來請迄個吳團營長了，吼，團營長來甲咱來介紹補充報告，介紹新的朋友。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啊，今仔日陈牧师去伫迄个延美教会吼，永梅教会代表台南神吼，啊去请安报告。啊，今仔日咱特别即个新学院派詹水平新学生来咱教会。啊，一般咱拢是牧师咧去讲道嘛吼，啊，那会派新学生来讲道吼，这其实咱教会有咱教会的用意啦吼。出发点就是讲要鼓励这新学生有这个机会来咱教会来讲道，甚至来认捌教会。咱教会有颁发这个奖学金，由因台神，咱遮对咱属下这个有3间新学院，台神、南神甲玉山新学院，咱教会对旧年开始拢有颁布这个奖学金吼。来鼓励，甚至邀请因会当迄个要领奖的人来到咱教会来，甚至分享，甚至讲道安尼。所以咱咱即时有哪来颁奖吼，互咱即个新学生詹世平，咱代表教会来。照相一下吼，这个照相一来。阿辉。咱无干那讲办迄个鼓励，也是讲新学生以外，咱嘛是爱为着这新学院吼，为咱这学校的建设，也是这经费来奉献啦吼。所以总会有特别安排这个纪念主任，3间新学院拢有这个纪念这个主任，包括圣经学院啦吼，拢有4间吼。下面我补充一点，就是讲伫咱这个月底3月31号，咱有一个圣徒主日。咱去年伫即个11月份的迄个教会设教周年纪念日，今年感觉讨论了，感觉安排来伫即个清明节可能会较好势。咱毋知啥做圣徒主日，咱就是讲追思过去过往咱遮前辈长辈信仰的前辈，利用这一天。做一个做类似的追思感恩的礼拜
伫遮类似做这个所以形体上有小可调整，剩外对伫遐会献诗有8、9条的8条诗伫迄个搭遐所以伫3月31下礼拜迄天会当尽量鼓励咱遮过往也是无过往的长辈因的家属邀请来咱即个教会内底共同来追思我即摆来介绍即个新的会友今仔特别来的新的会友陈燕如姐妹那徛起来，互咱熟悉一下来，多谢是，好，请坐这伊住伫即个朝阳街47号啦朝阳街47号5楼之4这若照咱教会关心的地区是中正区啦志平长老这区爱来关心啦等下阮即个区长于志平长老会来关心互你小知影一下陈燕如姐妹第2位蔡金英、蔡金英姐妹是，伊是中华教会的会友啦来到即摆住伫桃园也是做伙啦你邀请伊做伙来安尼就对啦中华教会的会友邀请即个陈燕如做伙来遮，欢迎你来多谢你多谢你为主做工做伙来敬拜，多谢。即个过来是邱志全、区志全兄弟好。伊是陪杨雅婷做伙来了，杨雅婷咱要做伙徛一下熟悉一下是，做伙来就做伙来礼拜，我感觉这真好啦这是住伫国际路一段1148巷6号4楼。这属于伫迄个中山区，中山区的区就是我啦无要紧，阮教会阁一个苏玉玲执事伊会当甲你关心苏玉玲执事是卢敏珍这嘛是这拢会当关心过来即个安尼以上4位啦今仔欢迎因来就中昼我头11点半会去6楼做伙用爱餐，感谢恁多谢，谢谢。上营389首。会众请起立。祝祷请正义传道。咱三家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交通甲引带，甲恁众人三甲地地，为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田角。平安礼向咱的厝边伯讲，愿你平安，耶稣听你，愿你平安。